大家成日話藍莓係超級食物，對眼好、抗氧化，又可以預防衰老，所以好多人去親超市或者果欄都會一盒盒咁買返屋企。但係你有冇發現，每次洗藍莓嘅時候，無論你點沖，嗰陣白蒙蒙嘅嘢好似永遠都洗唔走咁。你以為嗰啲係塵，定係以為係農藥？如果我話你聽，你平時就咁用水沖兩嘢就食，其實係極之危險，隨時仲污糟過你唔洗就咁食，你又信唔信？好多果農其實私底下都話，如果洗唔乾淨，你每一啖咬落去都同生吞農藥冇分別。今日我就要踢爆呢個洗藍莓嘅大騙局，話俾大家知點樣加樣屋企普通到不得了嘅嘢，就可以將農藥徹底清除，仲可以保留住藍莓最精華、營養高出10倍嘅嗰陣秘密武器。其實好多朋友買完藍莓返嚟，習慣都係好似洗提子咁，放喺個篩度，開住水龍頭，嘩啦嘩啦咁沖，或者好少少嘅會用鹽水浸下佢。但係大家要明白一點，藍莓嘅表皮係有一層天然嘅果蠟，呢層蠟嘅作用係保護果實唔好咁快流失水分，亦都係因為有呢層蠟，普通嘅水分子根本滲透唔入去。如果你就咁用水沖，水只係會喺表面流過，而啲脂溶性嘅農藥依然係死死咁黐喺層蠟上面。更恐怖嘅，如果你用力搓佢，你反而會將啲污垢同農藥搓埋入去果肉度。咁點解果農會話咁樣洗等於生吞農藥？因為而家嘅農業種植為咗防蟲防霉，好多時都會噴灑農藥，而呢啲藥劑往往係設計到唔溶喺水度嘅，費事落一場雨就沖走晒。如果你只係用清水，根本係做緊樣。而最關鍵嘅一點係藍莓表面嗰陣白霜，好多人以為白霜係污糟嘢，甚至以為係農藥殘留，所以死命咁想洗走佢。其實呢陣白霜係藍莓嘅精華所在，叫做果粉。果粉愈厚，代表粒藍莓愈新鮮，營養價值愈高。如果你用錯方法洗走晒啲果粉，你其實係親手倒走咗藍莓最珍貴嘅抗氧化劑。咁究竟要加啲乜嘢先可以洗得乾淨又唔傷果粉呢？答案其實好簡單，就係你廚房入面一定有嘅麵粉或者係生粉。你可能會問，麵粉點洗得乾淨啊？其實原理好科學，麵粉嘅粉末極之幼細，而且佢具有好勁嘅吸附力。當你將麵粉加落水入面，佢會變成一種具有黏性嘅液體。呢啲細小嘅粒子可以轉入藍莓表皮嘅縫隙度，將黐喺果蠟上面嘅灰塵、蟲卵，仲有最頑固嘅農藥殘留，通通吸晒出嚟。我教大家一個最正確嘅步驟。首先，你將藍莓倒喺個盤度，記住未洗之前千祈唔好摘走嗰個蒂。好多人貪方便，諗住摘咗個蒂先洗，咁咪可以洗埋入面咯。大錯特錯！如果你摘咗個蒂，個窿就會變成農藥同污泥進入果肉嘅快速通道。咁樣洗法，你真係食緊化學藍莓，所以一定要成粒完整咁洗。第一步，加入適量嘅清水，水面啱啱浸過藍莓就得。第二步，撒入2大匙嘅麵粉，呢個時候你唔好大力搓佢，你只需要用手好似打圈咁輕輕攪動，你會發現原本清澈嘅水會慢慢變到好渾濁，甚至變到灰灰色。呢啲就係平時你用清水點沖都沖唔走嘅污糟嘢。攪動大約1到2分鐘之後，你就會見到啲水面上浮起一陣油垢或者細細粒嘅雜質。第3步就係用清水沖洗，將啲麵粉水倒走，然後用流動嘅清水沖洗2至3次。呢個時候你會發現奇蹟發生咗，藍莓變得晶瑩剔透，但係嗰陣珍貴嘅白霜依然完好無缺咁留喺上面。點解？因為麵粉只係吸走咗表面嘅異物，佢唔會破壞藍莓本身嘅組織。講到呢度，我一定要同大家深挖一下，點解保住嗰陣白霜咁重要？根據研究，藍莓嘅花青素含量係水果界嘅表表者，而花青素最高濃度嘅地方就係皮層同埋呢浸果粉嘅周圍。如果你將藍莓洗到變咗拋光咁，雖然望落去好乾淨，但其實你已經流失咗好多維他命同抗氧化成分。有數據顯示，帶有完整果粉嘅藍莓，佢嘅抗氧化活性比起洗走咗果粉嘅藍莓可以高出幾倍，甚至更高。呢啲花青素對於我哋呢啲成日要睇手機、睇電腦嘅香港人嚟講，簡直係救命草。
佢可以保護視網膜，改善眼睛疲勞，甚至對預防近視加深都有幫助。好多人問我，咁如果我用鹽水洗得唔得？我話俾你聽，鹽水係有殺菌作用，但係佢對於去除農藥嘅效果其實好一般，而且如果鹽水濃度太高，仲會產生滲透壓，令到農藥反而滲入去藍莓入面。至於市面上嗰啲蔬果洗潔精，雖然話係天然，但始終都係化學製品，洗完之後你又要擔心洗潔精殘留，真係何必呢？用麵粉呢個方法既慳錢又安全又環保。另外，我仲要分享一個果農教我嘅小秘訣：洗藍莓嘅時候，千祈唔好用熱水，甚至係溫水都唔好。藍莓好怕熱，一遇到溫水，佢嘅表皮就會鬆弛，農藥就更容易入屋。最好係用常溫嘅涼水。如果你屋企有濾水器，用過濾水就更加完美。講開藍莓嘅營養，我真係想多講兩句。喺香港，我哋生活節奏咁快，壓力又大，身體好容易產生自由基。自由基係乜？簡單嚟講就係令你變老、令你生病嘅壞分子。藍莓入面嘅花青素就係自由基嘅黑星。如果你每日食一小盒洗得乾淨嘅藍莓，你嘅皮膚會變得有光澤，大腦嘅記憶力都會好啲。尤其是對於50幾歲、60幾歲嘅長輩，藍莓對心血管嘅保護作用，亦都係得到醫學界認可嘅。但係大家買藍莓嘅時候都要識揀，有啲人見到藍莓平就買，其實揀藍莓都有學問。你要揀啲肉質堅實、表面乾爽嘅。如果你見到盒底已經有水漬，或者有幾粒已經爛爛地，有陣霉味，就算幾平都唔好買，因為霉菌孢子好快會污染晒成盒。仲有一點，藍莓買翻嚟之後，如果你唔係即刻食，千祈唔好先洗後放。藍莓一沾咗水，就算你放雪櫃，佢都好容易變壞。最正確嘅做法係原盒放落雪櫃，攝氏4度左右，等你想食嘅時候，先攞出嚟，用我教你嘅麵粉清洗法去處理。我記得之前睇過一個調查，講關於 Dirty Dozen 最裝蔬果名單。藍莓雖然唔係年年排第一，但基本上都係榜上有名。呢個唔係話藍莓唔好，而係因為佢嘅生長特性令到佢好容易接觸到環境入面嘅污染物，所以學識點樣正確洗藍莓，唔單止係為咗口感，更加係為咗一家大細嘅健康。我試過將呢個方法介紹俾我身邊嘅朋友，有個朋友佢以前食藍莓總係覺得有一陣澀味。佢以為藍莓本身就係咁嘅味，後來佢跟住我呢個方法用麵粉洗完之後再食，佢打電話同我講：哇，原來藍莓可以咁甜咁清香。其實嗰陣澀味好多時就係農藥同埋污垢嘅味。當你徹底去毒之後，你先至真正品嘗到藍莓原汁原味嘅果香。大家試諗下，如果你平時係咁洗開水沖食，同而家加麵粉輕攪沖水食，其實中間只係多咗1-2分鐘嘅時間。但呢2分鐘換嚟嘅係完全唔同嘅營養價值，正如我頭先所講，保留住嗰陣白霜，營養價值高出成10倍，呢個係絕對冇誇張到嘅。喺香港買一盒高質素嘅藍莓，隨時要30-40蚊，甚至貴啲嘅要成100蚊盒。如果你用錯方法洗，將啲精華倒晒去鹹水管，咁真係好嘥錢。所以由今日開始，大家一定要記住，藍莓千祈唔係直接用水沖。我再總結一下。呢個神級洗法嘅核心：一、唔好去蒂；二、生粉或麵粉攪動2分鐘；三、清水沖淨；四、現洗現食。呢個方法唔單止適用於藍莓，其實好似桑葚、提子，甚至係士多啤梨，用呢個方法洗都會洗得特別乾淨。下次你去超市見到藍莓，可以大膽買返屋企，因為你已經掌握咗果農都讚好嘅清洗秘訣。唔好再做生吞農藥嘅受害者。要做一個識食識洗嘅養生達人。如果你覺得呢個方法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要分享俾你屋企負責買外洗生果嘅人知，特別係屋企有老人家或者小朋友嘅，佢哋嘅腸胃比較敏感，農藥殘留對佢哋嘅影響重大。我哋追求健康，唔單止係要買好嘅食材，更加要識得點樣處理食材。藍莓雖然細細粒，但佢帶俾我哋嘅能量係巨大嘅。只要我哋洗得啱，呢粒紫色嘅小精靈就會變成你身體嘅守護神。由今日起就用呢樣嘢麵粉嚟徹底釋放藍莓嘅營養力量啦。喺呢個資訊爆炸嘅年代，好多嘢我哋以為係常識，其實可能一直都係
錯嘅，就好似洗藍莓咁，大家慣咗幾十年嘅方法，原來係咁唔科學。所以保持一顆好奇心，去探求生活入面嘅細節，你會發現生活可以過得更精緻，身體亦都會俾正面嘅回饋你。多謝大家聽我講咗咁耐，下次洗藍莓記得試下呢個方法，你一定會反唔到轉頭。最後想提醒大家，除咗洗得乾淨，揀產地都好重要。雖然話麵粉可以去毒，但如果可以揀到一啲有機或者信譽良好嘅農場產出嘅藍莓，源頭減毒始終係最理想嘅。不過無論點都好，嗰陣白霜始終係藍莓嘅靈魂，一定要好好珍惜，唔好再當佢係污糟嘢啦。洗完之後嘅藍莓，每一粒都閃閃發亮，入口嗰陣爆漿嘅快感，加上淡淡嘅果香味，呢種先係真正嘅享受。如果你以前因為怕洗唔乾淨而少食藍莓，而家你完全可以放心啦。呢個簡單嘅方法將會改變你對食生果嘅認知。記住，健康唔係靠補品堆砌出嚟，而係由呢啲生活細節累積而成。祝大家每一粒食落肚嘅藍莓都係純正、營養又充滿活力。如果你洗完之後發現真係唔同咗，記得要同你身邊嘅人分享呢份喜悅。我哋下次再分享更多實用嘅生活小知識，等大家喺生活入面少行冤枉路，食得更精明。我想再補充一點，關於藍莓嘅份量，雖然藍莓好好，但都唔好當飯食啊。一般建議成年人每日食大約60到80克就已經好足夠，大約就係1小盒嘅份量。咁樣既可以攝取足夠嘅花青素，又唔會因為攝入太多果糖而令血糖波動。對於有糖尿病嘅朋友，食藍莓其實係唔錯嘅選擇，因為藍莓嘅升糖指數相對較低，但都要注意份量。另外，如果屋企有小朋友，佢哋可能唔中意食藍莓皮，因為有少少韌。呢個時候，你用麵粉洗乾淨之後，可以將藍莓加埋乳酪一齊打成奶昔，或者整成藍莓班戟，因為你已經用麵粉法洗得好乾淨，連皮打碎食就最完美，一啲營養都唔會浪費。總之，記住呢個口訣：洗藍莓加麵粉，去農藥補白霜，簡單4句話，保你全家健康。大家今日返去就試下啦。